气候的变迁，气候变迁减缓甲描写，气候变迁的减缓与调试。啊，其实这个咱安尼讲一个物件，伊气候的变迁的物件，咱做熟的。温室效应，温室效应。咱复习一下吼，啥物叫温室效应？伊咱迄个，若讲较寒带、较寒的所在吼，伊若要种迄个植物，较属于温带啊热带，伊个是属于去一个温室。啊，这个温室吼，有一个厝顶，一般拢是亚克力啦，当然咱做玻璃嘛会当吼，咱做玻璃用铅管。讲起我想讲，之前阮兜挂吼，伫咧三楼一个露台，10坪哦，足大哦，啊，佫半边到遐大，因为伊个结构安尼上去。阮食品的露台，啊，做要做就感觉袂歹，因为人个阳台，你个阳台拢是地地啊，阮露台处理哦，所以啊，都会当用一个茶几嘛，透地吼，叫大鱼吼，较啥艰苦，是安怎？阮个露台顶面吼是20几户，因为阮迄大楼顶面要30层吼，20几户的阳台。暗时仔咧看电视的时阵吼，都闹热的吼。你咧露台顶悬咧采光罩吼，边边吊吊，我顶悬放物件落来，吼，佫有当花干落来。你若花干啊，对楼顶的重力加速度安尼上来吼，有人伫咧采光罩有看，闭起啦，闭起啊落雨就会漏水。吼，阮厝边另外一边咧，佫有迄个铁条安尼同啊。落来哦，铁条啊，对顶悬搭落来，迄个采光罩啊，正伫骹仔度啊，正落来。人啊，拄啊伫外口拄啊，在自己家戴安全帽。尾啊，倒一道吼，灰烧了啊。迄个阮，迄阮租人啊，阮厝骹走来讲灰烧啊，摆你是讲啊，给恁兜灰烧。啊，叫采光罩要烧一卡，是安怎？做在阳台食薰，伫遐曝薰着，现在然后去阳台安尼等，哇，咱公德心都差。啊，伊等完啊，等着阮采光罩顶悬，消防队来吼，讲，来烧干呢，消防队讲，因猜测吼，烟头碰到那个亚克力吼，照讲袂烧起来。啊，但是吼咧，迄个阮个亚克力顶悬吼，已经。落树尾啊报纸啦，啊烟头落来哦，都落伫咧报纸树啊顶悬吼，啊甲迄报纸树尾啊甲点燃啦，我通烧一卡，尾啊我同啊规个搁流水，啊我同啊规个换做铁的，换做铁的一般来讲较无好，是安怎？铁的袂透光嘛。亚克力就当透光啊！你这唔通袂当放迄个金属的啊，放金属的个光线个袂入来啊。啊，搁有铁的搁做愈差。你若金属板，莫讲人等物件，你落一个好个，叮叮咚咚来，哦，打节拍的 Big Box。大自然就甲你 Big Box。哦，所以个欢乐的。啊，咧温室个家呢，太阳光入来吼，啊，这物件植物啊，啥物物件吸收，啊，你若是这上做地球表面，啊，吸收了后吼，伊会反射出啥物呢？咱若毋是片啊，咱若袂当全部反射，所以咱反射出的敢叫做啥物？红外线。红外线是用热，因为咱会发热，红外线甲反射出去。啊，但是佫拄着这，伊会甲一部分吸
吸收甲反射转来，当然嘛有一部分会处理啊，但是伊会足侪保留伫个温室内底，所以温室内底它会烧了，温度比较高，就是这个原理。所以这个角色就等于咱地球的大气层，这个厝边的角色就是咱地球大气层，大气层内底有温室气体，温室气体有啥物物件？跟你讲过啊，二氧化碳，甲烷，这两项上重要，因为这两项因为咱人的问题伊增加。当然水汽嘛最重要温室气体啦，但是水汽袂因为咱人为因素增加。当然还有氮氧化物，氮氧化物叫哪些？氮氧化物一般来讲是一种空气污染物，伊个汽机车引擎内底氮跟氧会合做伙，这做氮氧化物，但伊影响较少啦，影响较少。温室效应的造成，大家拢知影，叫做全球暖化。咱看143页的叫圆图伊这个图写出来讲，咱为1880年到2020年，这个中间，咱平均的温度甲二氧化碳的浓度增加的趋势，有0.8所以科学家讲，可能是因为造成二氧化碳浓度下悬，甲温室效应有关。可能是安怎无讲确定，可能。是安怎伊袂当断定讲有绝对的关系？这里二回科学家讲，有这个图，有这个图表示可能会有关系。科学家为什么不说？既然你看这么密合，一定是有关系。想到，这两个有差这个是结论这个是推论想到给他们做结论来情况嘛，这里二回心理变音来这，我会控制变音嘛？请问所有的控制变音都控制了吗？没有嘛？有可能有其他的变音嘛？所以伊可能有关系，但可能伊有可能是唯一的关系。我想咱来讲了解，有一排科学家认为讲这是无关系。地球的温度升悬是自然的趋势，就是冰河期落来去，这就是自然的情况。甲咱人用二氧化碳无关系。有一派科学家他是这么认为但是咱一般大部分的说法是认为有关系的。这个从有一派的人始终到现在认为说美国登陆月球是一个骗局，他们是在摄影棚里面拍的。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他们提很多证据当然那是小众那是小众。当然，咱科学精神里讲，你爱否定你要否定这种你是用怀疑的方式所以你要说服我才相信，而是说你要否定的，你要拿出证据这个科学观念我们现在社会上，做侪人无只有科学的观念，科学的观念不是用科学尔你日常生活拢会看到这种。你要质疑啦，并且拿怀疑，你爱拿证据，是不是安尼？
你要否定别人啊，因为你要否定别人，你要拿证据出来，而不是我怀疑，你要拿证据让我相信，这样你永远没完没了。我要否定你，我要拿证据出来否定，而不是我要否定你，你要拿证据来说服我。在斗病啊，好，在斗病。所以想啊，因为无关系科学家，未受到人的一般的讲法，就是讲，因否定这个关系，但是因只是怀疑，因无有力的证据。但我认为有关系，这个图出来，就是有力的证据啊。啊，你要否定这个图，这是重点哦。所以我讲科学精神，会当用于日常生活啊。咱你甲科学精神袂记，你啊做资料会啊话少，嘛无效，到时阵拢袂记了哩。好啊，咱即摆温度增加已经，全球气温已经增加了，会引起啥物问题来？咱看，气候变迁带来冲击，第一个就是生态，啊。咱的动物的所谓的搬厝，因为变热，咱较热的所在，伊会开始为北边纬度较悬的所在开始刷位，吼，啊当然，你是上北的地址上要刷一堆啊，啊无满意难饲，甲企鹅相拍，企鹅台语安讲。企鹅是站着的嘛，对不对？好，所以呢，企鹅台语叫做徛鹅，站着的鹅啦，站着的鹅啦，徛鹅啦，好，大家好，坐起来啦。这个生态冲击对伊刷位会影响原来的生态。来个严重是像昆虫。伊有当时落的昆虫拢会飞，所以搬刷的速度搁愈紧。啊，像讲蚊啊，咱的登革热变没稳，阮遮林人处较肆虐，结果因为温室效应，全台湾拢会看到登革热。哦，这个是一种生态影响啦吼。来，海平面，海平面上升。电流节，阮应该20当前课间部电影叫做《水世界》，就是著名的凯伦科斯纳迄个。这个水世界讲，日后因为气候暖化，全世界大部分的陆地拢淹到海内底啦，所以死一大堆人了后，迄阵村来的人安怎活？拢活伫船顶。所以活来的人拢有一只船，爱伫海上，伊活落来的目标是啥物了？来找到传说中的乐土。这个传说中的乐土，可能就是即摆的喜马拉雅山。到海平面上升时，一个普里水里，但是全世界都在遐尔，所以他们目标就是航行的。有正义水的骹，看到以早废墟，城市的废墟淹没在水下。当然，咱无去玩安尼啦。像讲太平洋这个小岛叫做图瓦鲁，伊的国家已经全部淹没啊，伊所有的居民拢被纽西兰收留，因为因的家园在水面下。还有有回人收留嘞。你啊，全世界大部分的土地都在水面下，要收留啥啊？我家己的国家我就引落啊，我搁来去收留。一个小岛呢，无几个人呢，迄收留不要紧，迄可能所有的居民啊，几百个人尔。有的国家都闲哦，我来到遐收留。
迄个，我应该看到周贺胜的新闻吼，咱即摆小选的乌克兰吼，因的国家因的首都中间吼有一个独立国家，你知道吗？是荒拉种名字，他那个独立国家吼有自己的国号、自己的国歌，还有自己的国旗。他们国旗很好玩哦，有4面，春夏秋冬一季换一面。以前早期还有军队哦，17个人组成的军队，后来好像裁军了。国中国呢？那国家很小哦，就是好像一个小庄园一样。大家研究一下渊源可问题是，一个国家允许这样的存在，它搞不好变成一个观光景点，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无分开迄我是一个国家，所以你海里面上做个小国咯，迄是好达在大国的中，像迄岛国、迄小国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落来，同无意，都被淹没了。来，再来第三点，水资源。迄个第三点甲第4点我刚做有关系啦吼。水资源的改变，咱现在水资源都重要，然后21世纪争夺水资源的世纪，那水资源常常欠水极端天气，常常跟有关系，因为你会发现讲，水资源分配改变的温室效应了有落雨的所在就愈多，大海的所在愈大。拢落愈多是安怎？落愈多就饮水无好咱有人遮洪开了后，水灾了后，咱连到停水是安怎？原水浊度增加，不能取用，水库的迄个水变热袂当饮，所以无较好像咱咧，像讲咱宜兰基隆遐。阮遮东北季风一年200多天，拢落雨，遐根本无欠水。结果咱温室效应了后，变做遐无个上大雨，无个，但是伊的天数会变少。咱当然要欠水，咱希望讲落较侪日的，是安怎上大雨，迄水是拢流入海你爱甲排水，无会淹水，但是排入海来，咱地下水就无所以你落较侪日落欠水。另外极端气候，包括暴风雪，你看讲温度增加，像暴风雪这种极端气候，嘛会增加因为极端气候的因子是它温度增加，伊会增加那因子。像讲咱讲过的蝴蝶效应，可以南美洲一只蝴蝶摆动翅膀，可能引发北美洲的飓风，这个叫蝴蝶效应。想要蝴蝶效应，就是讲一个小小的扰动，气候。灾害推到都开始都是一个微小的扰动，咱拿温度的增加，也增加反应速率，你也是蝴蝶会增加反应速率，所以你的扰动虽然无增加，但因为你的温度真悬，你会增加这个扰动的连锁反应会增长，所以连暴风雪这种极端气候，有哪会增加？这个造成的影响，就安尼变怎？怎么办？坐以待毙，来搬厝，去太空站，搬去火星，搬去月球。太侪咱进的课差不多还袂到遐。所以咱若无法度，让它降低，咱只有。减少它的增加，停止都没办法我讲过，要最环保就是人类从地球消失，不可能嘛？对吧？不可能。有人在的一天，这个变化就会走下去。但是咱要安怎停止它？不是停止它，减缓它。咱两方面第一个是，减缓，就是
可以速度较慢的。所以之前咱讲过，强针对因素各国限制碳排放。好，挪威跟有巴黎协定，不过很多开发中国家，已开发国家啦，尤其已开发国家像美国什么，他们不愿意遵守，讲到不愿意遵守，因为会变高他们成本。我讲过，经济跟环保常常是冲突你不能选任何一边。你爱伫冲突中的一个平衡点，好，问题是迄个平衡点要安怎抓？好，这是最重要的。那个，你的决策要安怎做？要定偌多？佮到经济甲防疫，这嘛是你要100%防疫，你大家拢关会卖处理就好啦。问题是安尼。无唔对，袂结交死，对吧？所以你经济甲防疫嘛平衡，小讲经济甲环保嘛。好，所以咱减缓就是，咱有几点减缓啊，提升能源效率啦。就是讲咱用的电器，像尤其冷气啦、冰箱啦，迄种用电较侪。咱来提高伊的效率。来开发再生的能源，像讲风力、太阳能。所以咱做得好，咱因为吹冷气嘛，咱国中国小吹冷气嘛，国校吹冷气嘛，电费回来，所以做得好会促进家己装太阳能板。好，装太阳能板有两个好处，一个当热日做太阳。来发电，互你的冷气吹。你知阮进前，阮读国中的时阵，咱教室莫讲冷气啦，电风就无哦。我们没有电扇哦，你想看，恁进啊，拄讲从到6月吼，恁教室连电扇都无，恁较坏落。袂咧，结果阮迄阵，结果了哪阮？阮迄阵读有迄个到尾啊吼，迄砖头甲阮迄班有电风扇，特权阶级。阮迄阵能力分班，阮所以进来的所谓全校最好的班，然后结果阮迄入来吼，阮电风是阮家己家长出钱装的。但问题是，你出钱装嘛爱好容易，因为你是用学校的电的，你也毋是爸爸讲，我嘛要装，好无你装啊？所以变做全校甲阮一般有电风呢。我们也没有辜负学校的期望啦。我们班那时候全班考上43个雄中，这样还可以吧？我们班，我们那时候一班比较多的，我们那班大概50出头，50几个，所以我们那时候教室很热闹哦。后面的同学都坐在垃圾桶旁边哦，因为我们没有后走廊啊。那个垃圾桶下日到桥后边啊，较悬的都搁坐伫后边，坐伫粪扫人边啊。同学都混大，头前咧等粪扫，拢用土烂咧，拢等位的座位。气到要死，头前班会拢伫遐骂，搞你来啊！你遐壁粪扫用加过来弹啊，大家拢用土烂的，也无准啊，丢不进垃圾桶，每次都丢到他的座位上。所以你说，我感觉我们那时候没有那么热呢，无哪会坏落诶？我电风我嘛毋是国一入来就有电风啊。我嘛到国2、国3，我装电风呢。我迄阵全校100几班呢，我100多班都没有电风吹呢。我现在不就全部死掉了？100多班，然后100多班50几个。这5班有电风，这样会不会被打？所以全校5000多个。5000多，3个年级，1万5。
之后的学科再统一。一个学校如果5000多个，真的，而且纳税集中营。而且我告诉你哦，我们那时候哈，每天升旗，每天降旗，都到操场集合。老师每天升旗。然后只有礼拜六没有。然后我们那时候是乐队。好啦，你头脑不要想那些东西啊，难怪那么瘦。对啊。我们那时候乐队就是全校集合，从100多班走完。我们那时候，所以我即摆从讲去阳明听到一个广播讲，2年43班某，我听着头都有点晕哦。一个年级比我们全校还多人。这风力发电啊，哈，风力发电啊，太阳能发电，咱带人讲啊，碳捕捉甲封存吼，这你要用法规里，因为这牵涉到成本的成本的问题吼，你啊企业吼，你无用法规吼，伊会增加成本吼，伊就较无竞争力啊。哦，你要用法规啦，你法规限制你啊，国内国内法规讲，你国际上有无竞争力啊？所以你在国际上用京都议定书。大家国家相像，你若无照京都议定书来做，你讲咱若毋是人啊，无是咱国家，咱若毋是联合国的会员啊，咱是安怎有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哦，我们要不要遵守京都议定书？要。咱若无承认咱国家，咱若袂当入联合国啊，咱该遵守京都议定书？要。告衰。无遵守安怎？人有理由，甲伊提高关税，你袂当申诉。咱若无理由，你会当去，因为咱这 WTO 国际贸易组织，你会当去申诉。但是你若无违反京都议定书，人见面甲伊提高关税，这是可以的。要遵守，一定要有强制力。国际上，强制力不要用军队来拍之外，就是这个经济比用军队拍较恐怖。你看现在俄罗斯的赛，好，来，要安怎调试哈？第一就是讲。天气变热啊，所以爱注意防晒啊，好，你爱做防晒措施啊。来，咱为着咧迄个物种的变化吼，遮有讲挪威设一个种子银行，啥物个银行咧？我先强调，因为咱会因为气候改变，咱这个作物的东啊拢无去，咱来保存它的基因。存在挪威的植物种子银行去做备份，你若需要，你会当去甲取用出来。想要设定挪威，因为那边的天气比较冷，他们有永冻体，所以咱要保存基因，要保存种子天然的冰，无你要用电力去甲封存。台湾我们要自己去保存啊，但是它也是世界性的，就是讲，它南化的时候，我们当然我们自己的，我们也会把我们像农业改良场什么，我们也会保存我们自己的。好，至于讲伊遐大规模的，迄个全世界性的，好，这个生态跳岛啦，像别处定竞采，别处定竞采，咱要做。你会当隔热绿建筑啦的概念，这拢是。